有啲說話可能其他人咧一早就唔記得晒啦，但你嘅身體冇。有個男仔分享啦，直到今日咧，佢仲記得中學老師講過一句說話：你唔係讀書嘅材料。20年之後啦，每當遇到新挑戰，佢第一個念頭就係我應該做唔到啦。佢一直以為係自己冇自信，直到我幫佢做催眠治療嘅時候，佢重新經歷翻嗰一個畫面，先發現原來真正困住佢嘅，從來唔係嗰句說話，而係佢自己相信咗嗰一句。我哋嘅大腦特別容易記住一啲帶有強烈情緒嘅經驗，因為佢希望下次再遇到相似嘅情況嘅時候，可以更加快保護我哋。但問題係，有啲保護已經唔適合今日嘅你。當你開始重新理解嗰段經驗，我哋嘅大腦就有機會建立新嘅神經連結，並唔係忘記，而係唔再俾佢定義自己。真正改變嘅可能並唔係你嘅人生，而係嗰一句你一直相信嘅說話。理解我哋嘅潛意識，先可以重新定義翻自己。如果你都係咁嘅話，話俾我知。